真紧，阮就要来到感恩节、抬杠节。阮伫伊面前要恳求主你，通过这个节期，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甲人分享耶稣所带互阮世间人生命祝福的教会。阮会当做的真有限，阮只不过是将阮的主耶稣的故事来讲互阮身边的人。更较要紧就是恳求天父上帝通过这个节期。互阮成做一个，不但会晓讲故事，搁再更较要紧，就是阮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互阮的身边的人看见阮怎样，因为敬拜主耶稣，阮的人生、阮的家庭怎样来改变。主愿你将这种的救恩放伫阮的中间，无论是这间小小的庄下的教会，或者阮个人的家庭以及阮的人生，主互阮成做一个。报佳音的基督徒，就伫这个圣诞的节期，互阮用欢喜、甘愿，搁再兴奋的心来准备布置，来庆祝主耶稣你降生的欢喜。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神，甲阮所有侍奉的同工三甲之地，无论是司琴，无论是敬拜赞美，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诗会，无论是服侍的小会员。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将这个救恩的杯捧互阮身边的人，互因的生命通得到保障，互因会当担到稳定的滋味。阮伫你的面前安尼邀请圣神降临伫阮中间，阮安尼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窄路有你陪伴。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水不能淹没。听你自身对我说，一生不离开
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陪我。这所咱来做伙来唱，甲主做伙行。选择对咱的人生真重要，检查也会影响到咱的运命。伊是毋是选择要甲主做伙来行人生头前的道路？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花水白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头甲风雨，万事有伊在照顾，我是奉心来头头。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永远袂散，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相信的祝福，足足满满。主做伙行，我的需要你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我的稳定真够行。我无靠己的竞选。一切拢是你掌管，但我心会婉转，爱你退到永远。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你的疼，人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相信的祝福。
满满。我有耶稣，就是人甲我作伴，伊的疼痛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相信的祝福，足足满满。一路相信的祝福，足足满满。这首咱来吟一条英文的诗歌，爱是有不自信，这是咱上大的福运。主英文咱伊会听，永不自信。晨光微露啊，无苏醒，你爱如水静静流淌，山川地与风儿轻唱，烟点满溢在我心房，你爱不止息，不曾离弃，如星光点点，永恒不息，穿越黑夜，陪我前行，你爱是我生命旋律。夜空无声星河闪烁，你爱温暖如春风过，高山深谷步步守护，慈爱双手领我度过，你爱不止息，不曾离弃，如星光点点，永恒不息，穿越黑夜，陪我前行，你爱是我生命旋律。无尽的爱，无声的爱，穿透云霄，直达天高。你是我心唯一依靠，风雨中我永不动摇。你爱不止息，不曾离弃，如星光点点，永恒不息，穿越黑夜，陪我前行，你爱是我生命旋律。主的主爱，若早起换身，若
安来领受上帝这份永远不变的应允甲祝福。来啊，咱着用咱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即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143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请咱起立吟全首。上
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这是请咱掀开启应文39篇。启应文39篇启示录21章，做伙来启示上帝的话。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搁有。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甲因头壳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搁要甲因的目屎，或者七气拢总的目屎。无搁再有死事，也无搁再有哀伤、嗷叫、痛疼。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面。佮讲，你着写伊，因为这的话是通是真实的。佮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得胜的人要先接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或者即时，请咱搁来掀开圣经，圣诗115首。我心仰望是你宝贵，请咱坐底吟全首。我
即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请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有愿望、气力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甲挑战。因为你是阮的拯救，阮的上帝。除你以外，阮无有别个倚靠。阮要专心倚靠跟对你来行，求主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安静的心，还是听候听你的声、你的引带，互你伫阮的生命中做主。感谢你甲阮同在，赐去阮一切的目屎。求主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看见你伫阮生命中的计划，看见你的荣光甲应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求，阿门。下落请圣歌队。
这时，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是记载伫诗篇62篇第5节到第7节。诗篇62篇第5节。我的神啊，你着真正专务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阴光在伫上帝。我的溃力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伫上帝。接续搁来看第2位圣经，记载伫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第1节。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搁有。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搁听见大声对座位中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伫地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第4节，搁要互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无要搁有死事，也无要搁有哀伤、嚎叫、痛痛，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美。搁讲，你着写伊，因为这个话是通信，是真实。搁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甲落尾的。我要对活水的水泉白白互喙呆的人啉。第7节，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以上正道欢庆一个新生命，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紧，咱又搁到年底，一年一年咧过，互人会感觉讲，忽然间会感觉讲时间真短、真紧，嘛真宝贝。恁敢有安尼感觉？甲上好，亲像旧年的圣诞节，还阁无偌久之前，咱才咧庆祝旧年的圣诞节。但是真紧，咱又搁到年底。啊，你会甲牧师问讲，啊，圣诞节还阁一个月过啊，谁啊？你遮尔早就咧甲阮讲圣诞节故事。咱的教会咧庆祝圣诞节，毋是干那25号12月。咱的庆祝圣诞节是一个节期，吼。犹太人是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按上帝守节，按上帝守节，其实就是礼拜。犹太人咧讲守上帝的节期。其实因咧讲迄个守节这个字叫做哈嘎，这个字本身就是朝圣的意思。所以因伫每一个节期，拢会甲子孙讲，这个节期的由来到底是甚么？这个节期到底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期？因为真有仪式，犹太人是一个真有礼拜仪式感的一个民族，因会为一个圆曲啊。做唱歌，做跳舞，台湾人我感觉是一个没有舞蹈的民族啦。你讲无师无啊？阮即摆少年囡仔，大家嘛拢做好跳舞，即摆舞甲咱的即个民族的跳舞无共款。我毋知恁捌去参加过原住民的因的丰年祭。恁若伫原住民的部落伫因的礼拜中间甲因做跳舞，你会感觉讲足欣赏的。因为每一个脚步、每一个笑容、每一个动作，拢充满热情和真实的欢喜。兄弟姊妹，圣经讲，要按上帝守节，因就要得到真实的欢喜。申命记16章第15节，等下牧师会阁读一摆。今仔日的经文无讲到即台的经文，按上帝守节，恁就要得到非常的欢喜。伊个原文叫做真正的欢喜。今仔日牧师要恳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兄弟姊妹，
一个快乐的圣诞节，阁有一个快乐的新的一年。因为圣诞节就是明年之一个主耶稣甲咱同行新的一年的开始。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兄弟姊妹，伫年底的时准备过新年，伫年底的时献上感谢。咱要领受今仔圣经进前，咱做伙同心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恳求圣神帮助阮了解上帝的话，恳求圣神帮助阮过新的生活。伫即个节期中间，互阮思考主耶稣为甚物来到即个世间。伫即个节期的中间，为着阮中间，若有人有流目屎、喉叫、痛痛、忧伤、看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因有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新的愿望、新的画面。恳求天父上帝，阮所有作为做礼拜兄弟姊妹，阮是一间甲人分享主耶稣基督所带互阮福音的教会。我们恳求天父上帝，阮伫今仔日个礼拜开始，用阮的祈祷来做布置，用阮的祈祷来做布置。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互即间教会成做一个为主耶稣基督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福气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期是一个新生，特别伫咱的教会中间。基督教过3个真要紧的节期，叫做受难周、感恩节甲圣诞节。咱过这3个节期中间，其实有人讲2个节期，因为感恩节无拄拄是对初代教会就开始，但是感恩是每一个礼拜时时刻刻拢有感恩。所以教会的节期是一个神圣的礼拜，毋是热热安尼那定吃吃喝喝，毋是。咱的教会每一年到圣诞节，拢非常的慎重。咱的教会伫今年，咱要提早布置，因为咱要甲咱的教会布置，互每一个囡仔，因拢感觉真有气氛，互咱的囡仔一世人会记得圣诞节欢喜。咱的教会的囡仔，因应该毋是干那为着圣诞节礼物来欢喜。伫欧洲的教会，伫初代教会，甲今仔日。圣诞节对囡仔来讲是一个因成长过程顶一个必然的欢喜，就亲像恁若要带恁的囡仔去迪士尼乐园，咱中间我毋知咱有几个家长要带你的囡仔去迪士尼乐园，特别是迪士尼的乐园的内底，因暗时拢有一个花车游街。囡仔若伫迪士尼暗时迄个花车游街的时阵，囡仔会看甲呢嘴开开。我会记得有悠悠，因头一摆去日本的迪士尼乐园的时阵，阮是坐迄个一个迄个咱咧讲的地铁去参加，暗时倒来时阵足暗因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因伫迪士尼的时候一直拍破，一直拍破，悠悠我会记得伊迄个时阵大概应该是到3、4岁啊，伊无才调行几日，所以有时会坐伫我的肩胛头顶悬，我是一个伟大的爸爸吼。佮互囡仔坐伫我迄个肩胛头顶间看迄个花车，我会记得囡仔倒来到伫迄个坐捷运的时阵，地铁的时阵，已经稀累咧半困半醒，困到一半爬起来，悠悠甲我讲：“爸爸，气氛有较好，佮倒来佮困。”兄弟姊妹，圣诞节就是安尼，咱的囡仔伊毋捌看过圣诞老公公。但是咱的囡仔就是伫教会内底感觉即个节期对生命是一个真要紧的节期。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斗相共，好不好？互咱的教会变作真水。几礼拜前，咱的教会有一个叫做77歌仔戏团、歌戏团，伫咱教会甲咱分享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国话。用咱台湾一个真特别的文化歌曲、歌谣。来唱，虽然因当日因为这个空间甲因的准备无够通像歌戏的戏服来表演，但是因真正用感情来唱出主耶稣基督伊的故事。伫迄个中间，咱的教会每一个咱的礼拜了后，拢有一个祈祷的回应。迄礼拜的回应，主要是咱用教会之美，因为旧年咱的圣诞节，你会记得咱举办一个叫做教会之美，有无？咱咧教会要水互人看，真正的水毋是水伫外表，
真正水是水伫人的生命、人的内心。我嘛要甲在座这青年讲，恁伫即个时代，恁会当对着真侪流行。即个时代有真侪流行，确实真正是真水。但是有一种的水比流行更较水，就是真正对咱的生命中间所发出来，迄种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兄弟姊妹，感谢恁昨伫喜乐保养院中间，我做恁的牧师，我嘛感觉讲真快乐。咱要互人的，咱要爱将上好的互人。咱毋要甲喜乐斗相共，咱着爱将咱的能力做会到的，咱要用上好的来甲喜乐斗闹热。这方面嘛，互咱伫喜乐保育院的遐个同工，会当因为咱教会好亲像，因有需要的时候，咱就徛伫伊边啊，咱不小气，无清清菜菜，咱愿意用真好咱的准备来互因感觉讲，凡是德堂教会出身的，阮的教会嘛真重视喜乐保育院。兄弟姊妹，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快乐，众人拢快乐，对不对？所以，愿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圣诞节的时阵，咱做伙来大大小小的代志。今年咱的教会要伫即礼拜开始，咱就准备开始要来布置咱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会当真侪祝福人的教会。因为圣诞节即个，恁甲注意看即张相片，即张相片在讲什么？一个红叶就是代表主耶稣，这个主耶稣就是为着咱真侪上帝祝福世间人的一个记号。所以伫圣诞节古早的神教会，真爱寄圣诞卡片，即摆愈来时代的改变，即摆接到真正的实体的圣诞卡片愈来愈少，咱真容易用这个 email， 咱真容易用 line， 咱真容易用这种的 AI 这个时代，真紧就找到足水的图，咧送真紧。但是有当时过去迄种实体的圣诞卡片，会互人留一世人，对无？咱收到一个圣诞好的圣诞卡片，有时咱会用一个足水的饼壳给留起来，对少年留到年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带咱的囡仔，甲咱的家庭，邀请咱的厝边。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有办圣诞市集，咱今年有关要有圣诞市集。咱的教会有办彩节，就伫圣诞节的时候，咱有报佳音。咱的德堂乡过去若听到圣诞节音乐的时阵，大大小小拢会对因的客厅紧装出来。但是因为咱的教会人数毋是真多，咱若无同心合意，有当时咱彩节的时人数，伫迄个寒冷的12月天，北风咧吹的时阵。有真冷淡的感觉，亲爱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毋是来陪牧师彩节，是陪咱的教会伫圣诞节时阵，伫街头巷尾送一块糖啊，送一块糕仔饼，送一粒鸡龟仔，讲耶稣听你，互咱的厝边嘛当感受圣诞节无共款的气氛。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地，按上帝守节。记载伫摩西五经出来记记，上帝叫摩西去甲法老王讲：你爱用阮我的百姓到旷野来守节敬拜我。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守节，守上帝的祭期，伊就代表一种的礼拜。犹太人3000年拢安尼咧过这个祭期。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伫每一摆咱咧过圣诞节是咱会记得，咱毋是干那是一个活动，毋是干那一个摸彩，咱的厝边有反应安尼讲，恁的教会足小气，若阮庙里若咧办活动拢有摸彩，后脚踏车，后电视有啥物，但是恁的教会虽然足小气，但是参加恁的教会圣诞节足快乐的，而且恁的教会圣诞节了后就足特别。无共款的现象，伫恁的礼拜当中间无槟榔泡，嘛无薰洗头。恁的教会甲人无共款。兄弟姊妹，咱的厝边头尾欢喜，毋是迄个摸彩电视脚踏车。伫这个所在感受到一个真正圣诞节的气氛甲礼拜。
我真正真望讲，我会当用十全十美的圣诞节气氛，互兄弟姊妹恁终身难忘。1994年的圣诞节是我头一摆伫国外，特别是伫澳洲过圣诞节，我真正终身难忘。因为澳洲的圣诞节比美国的圣诞节更较有气氛。澳洲的圣诞节比美国的圣诞节更较有气氛。特别我会记得迄年的圣诞节，我是坐火车对瑞士去德国，因为我的学校圣诞节无上课，所以伫圣诞节的时阵，所有的学校空，因为因逐个人拢老师倒去因兜，逐个人拢倒去因兜。我无所在人去，因为要倒来台湾太远咧，所以迄年我就选择去德国找我一个新人院的老师，伫迄个甲伊做过圣诞节，有带我去参加德国教会24平安暝的礼拜，非常有气氛。倒来了这几年，不止这几年，这几十年、20年，但牧师。甲阮嘛，甲有阿珍，阁有苏子杰，有真侪人斗相共。阮拢真望教会会当随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享受着。恁市入来到这个礼拜堂内底，就无共款。兄弟姊妹有一项，就是恁带着笑容来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恁本身就是一类上水的圣诞的花朵。愿天父上帝帮咱的教会，咱这是一个宗教的节期，咱用祈祷、用礼拜，因为伫这个礼拜中间，咱要甲上帝、甲主耶稣见面。这个圣诞节其实就是咧纪念主耶稣。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这个礼拜，这句话今仔书会无读到，因为我无甲伊列伫咱的旧约、新约甲金句的内底。但这句话足重要，兄弟姊妹甲背起来。申命记16章15节，申命记16章15节，伊讲：恁着按上帝守节，守兰州，守国外节，阁有守圣诞节。基督教的3个节期，就是守兰州、国外节甲圣诞节。伊讲安那？伊讲恁若按上帝守节。你手所做的工，上帝要祝福你，你就要非常。其实伊讲一摆尔，无使讲3摆，非常欢喜。也这祝大家明年非常欢喜，阿们吗？这个非常是咧讲起真实、实在欢喜。伊的字原本的意思，守节的意思叫做哈嘎。哈嘎这个意思就是朝圣啊，敬拜。兄弟姊妹，无论伫礼拜堂做礼拜，无论伫你的心内，拢会使过圣诞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无需甲咱解说，按上帝守节。这个守节，伊的原本这个字就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这个字读出来叫做哈嘎。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礼拜啦。朝圣，咱进入上帝的礼拜堂，咱就要心中见耶稣，咱甲耶稣讨讲，耶稣求你永远踮伫我的心内，主耶稣求你永远踮伫我的心内。这个耶稣不但是干那过去捌伫马座，这个耶稣即摆毋是干那伫天顶上帝是阮的宝座，这个主耶稣伫啥物所在？无时无刻踮伫咱的生命中，阿们吗？亲爱兄弟姊妹，你愿意这个耶稣，对你细汉过圣诞节，到你年老过圣诞节，永远这个主耶稣，拢踮伫你的心内，互你非常的欢喜。兄弟姊妹，甲即节的圣经牧师今仔送咱，申命记16章第15节，愿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咱有长看关心的听，有非常的欢喜。求天父上帝施恩，互咱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守节是一个神圣的礼拜。今仔日，咱要用圣餐来开始咱的感恩节。亲爱兄弟姊妹，今年的
圣餐，特别是感恩节的圣餐，我无放伫迄个感恩节，因为感恩节甲抬杠节真接近，咱有当时啊，迄个节期的时间拢会较长，咱该放伫今仔日年月初。兄弟姊妹，等一下你若碰到即个圣餐的杯，牧师要鼓励你，你关关家己压伫你的目睭前，你碰即个杯时，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底。主求你，互我担着稳定的滋味。愿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兄弟姊妹，咱真正感受到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做上帝的囝子，迄种的心满意足，甘甜无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个一生是享受主的伊的稳定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这两段的圣经中间，牧师要甲咱讲3项代志。第一，专务听候耶和华。咱今仔日的经文有3个真要紧的主题。第一，安静听候。咱今仔所读的诗篇65篇第5节，伊伫遐讲安静听候，这2个字共字。虽然伊的自首自为，因为伊的时态。甲伊的对象无共款，但是伊的字根拢是共款。迄个字叫做达玛，专心听候上帝。兄弟姊妹，安静听候上帝。每一摆，当咱有需要的时阵，安静落来。圣诞节是一个足长的节期，犹太人听候圣诞节，足听候600年。你讲牧师安怎讲？伫圣经中间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伫伊的以赛亚的以上帝启示伊的中间，头一个将以赛亚足清楚讲到，人生活伫黑暗中要有光照因，伫死命对上帝的所在，上帝要做因活命真光。对以赛亚就是公元前600年，以赛亚开始讲到这个弥赛亚。迄个时阵嘛是犹太人拄着上大的困难，就是因亡国。以赛亚咧讲的时候，犹太人当时已经做巴比伦的奴才。因第一届做埃及人的奴才，第二届做巴比伦的奴才。以赛亚书伫耶稣要降生进前600年，对于迄个以先知书开始宣读，讲伫犹太人的族群中间，就是伫绝望的中间的圣经。犹太人足600年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常常恁捌看过迄个影片，还是讲恁捌去以色列旅行？恁会看见伫耶路撒冷的礼拜堂的西边，有一个叫做哭墙。犹太人到今仔日，有的人还阁伫遐咧哭，因为伊无认为耶稣就是即个弥赛亚救主，所以犹太人有的人到今仔日还阁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礼拜堂西边迄个墙叫做哭墙，伫遐啼哭，因会写字条给上帝。因为哭墙是足大地石头贴起来，久来落雨透风，迄石芳会愈来愈大芳。因会写因的批祈祷的批，将迄字条写了，伫哭墙底下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流目屎，然后将因的批。他伫迄个哭墙的内底，听候是一个真大的功课，对无？其实咱现代人愈来愈无耐性，咱若要爱啥，就爱马上有，是无？所以咱有迄个去7买，你的微波炉就用，就便当人食。即摆真侪人听候已经无有真正的能力通听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守节是养成一个。听候较无甲领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2项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咱的上帝就是成就新天新地的上帝。如果咱若期待伫咱的人生中间有受祝福，如果你若感觉你的人生你并无满足，兄弟，如果你若感觉你的人生中间你还阁无真满足，免客气，咱的上帝就是引导人祈祷的上帝。你通甲上帝讲，再给我一个机会。恁顶礼拜敢有伫即个所在？恁敢会去牧师甲恁分享讲，我伫
大学迄阵，甲上帝讨一个，再给我一个机会的祷告。亲爱的姊妹，愿上帝互咱每一个人都不只是只有一个机会，是永远到永远。耶和华是咱的上帝，愿伊听咱的祈祷，一切愿望是在伫上帝。所以今仔日咱的圣经，特别是旧约诗篇62篇，伊伫遮有出现讲，都在乎上帝，拢在伫上帝。亲爱的姊妹，咱的一生，所有一切奇妙，拢伫上帝手中。你若相信，这个事就要发生伫你的人生。愿咱伫上帝手中有一个全新的愿望。伫今仔日个礼拜，所有兄弟姊妹，你静静，你想好，伫你一生中间，你感觉什么上重要？愿上帝圣神甲你讲，擘开你的目睭，互你看到伫你人生中间，你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种的盼望。你讲，上帝，我虽然未堪得，上帝，我虽然真含慢，但上帝，你若肯，求你互我一摆的机会。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到圣诞节，互每一个较无的人，你拢伫神圣的祈祷中间，对上帝来领受到，伊甲咱陪伴。一个礼物就是咱的主耶稣，主耶稣为着你来出世。亲爱的姊妹，毋通犹豫。这个主耶稣毋是为着别人，毋是干那为着2000年前遐犹太人。这个主耶稣永永远远，逐世代拢要真多人伫凄迷绝望、冷静、黑暗的中间。伊举头讲，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临平我。你会记得咱基督会所唱一条歌吗？ Kyrie song。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感恩节、抬杠节、圣诞节到后来，咱过新年，咱每点都一支蜡条，就是咱一份的祈祷；每点都一支蜡条，就是一份的祈祷。愿咱的囡仔，因伫教会中过圣诞节，伊毋是干那分着圣诞节的礼物。伫咱的教会中间有几个囡仔，伊当年会轮流无共款的囡仔，有机会亲像中集共款，伫礼拜中间点蜡条。亲爱的姊妹，这对因的一生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仪式，迄是一个神圣。互囡仔对细汉就知影讲，我点蜡条是代表祈祷。就亲像咱中间有囡仔甲爸爸讨讲，爸爸，你咧讲经的时候，我讲一声好无？咱咧中集的囡仔，有个囡仔会甲伊问讲，等边仔看爸爸咧讲经，毋知咧什么种感觉。10声检查，咱嘛互伊讲一声，互囡仔有份。会当伫伊一生中间通过这个礼拜，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生活，你感觉无满足，你通向上帝捧起今仔日祈祷的杯。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生命无够也满足，你当甲上帝祷告，填满我，填满我，填满我生命的杯。愿天父上帝用伊各种的恩惠丰富咱的活命，互咱搁一摆的机会，互咱搁一摆的机会，是一个用未了的机会，是永远的机会。因为圣经讲，我是阿里法，我是俄米加，是安那安尼讲？咱毋是希腊人，咱毋知影即句话什么意思。我是阿里法，就是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米加，我是欧米伽。阿尔法、欧米伽是希腊语的第一个字母，甲上尾的字母。第一个字母甲上尾的字母是什么意思？我是起头的，我嘛是落尾。伊的意思就是讲，所有我的祝福，拢是伫你言语文字的中间，所有的这单字。有一个不晓讲英语的牧师，人叫伊用英语讲话，伊讲：上帝，我感谢你，我虽然不晓讲英语，但是我所要祈祷感谢话，拢伫 ABCD 内底。阿门。有水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言语虽然有限，但是上帝是无限的。
所以要甲咱讲两项，伫今仔日个礼拜，伫你的祈祷中间，你操练第一，你所有生命的愿望拢伫上帝手中，你所有的奇妙人生拢要对伊来，你相信吗？今仔日的诗篇62篇，伊讲拢在伫上帝。兄弟姊妹，今仔去倒去重新读这段圣经，不但对第5节到第7节，你对第1节读起，对第1节读到第7节，伊伫这个中间讲到5项，我的所有的情景。伊是我的救恩，伊是我的石盘，伊是我的关台，伊是我的保护。伫我所有拢在伫上帝的手中，拢在伫上帝，都在乎上帝。Elohim， 伊原本的伊读音叫做 R， 这个字的意思，伫原本就是第3中间，伫倒啊顶迄个 on， 拄伫迄个伫上帝伊的顶端。伫上帝道顶顶悬，所有一切伊拢有备办。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一，咱深深相信，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生囝赏赐予咱。主耶稣就是咱一切生命奇妙愿望的开始。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旧约的圣经62篇第5节，伊安尼讲：恁着静静全部听候。恁着静静全部听候，静静甲听候这两字，其实伫原文拢共音叫做达玛，还是达玛，一个音，一个是无 H， 最后迄个音无 H 的达玛。愿天父上帝帮咱，安静其实就是听候。伫听候的时阵，毋通嗷嗷念，着安静。无书甲咱讲，犹太人听候，主耶稣听候600年，咱所期待的。无论咱的事业，无论咱的囡仔的功课、学业，无论咱的囡仔婚姻，对一个父母无对囡仔为囡仔操烦过。无算嘛为着阮两个宝贝查某囝，祈祷搁再祈祷，恁敢有？有啦，兄弟姊妹，若咱的心肝宝贵，咱该安尼做啦。全部听候，因为咱的愿望在伫伊，恁相信嘛？愿咱伫伊面前，听候是一个神圣的功课，听候是一个信心。我相信，放伫头前迄个还未发生的代志，伊伫上帝手中。我相信，我虽然还未看到，但是伊必然要成就。愿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听候主耶稣过圣诞节，毋是12月24号跟12月25号这两天的代志。圣诞节是到12月节期伫要来之前，咱就开始听候。教会检查会当准备一个卡片，互咱伫今年写几句话送互你的朋友，甲伊邀请讲，阮的教会有圣诞市集，阮的教会有圣诞节的礼拜。当年到圣诞节，喜乐保院拢会甲牧师讨一项，牧师今年的圣诞节。洗礼是伫第几个礼拜？蔡牧师当年拢会安尼甲我问，因为伊当年拢会问喜乐保院的遐个囡仔讲：你要洗礼无？有个囡仔拢会甲伊讲：我愿意。所以蔡牧师就亲像一个信仰的妈妈，因到圣诞节到之前，伊拢会甲我问讲：今年的圣诞节是对一日要洗礼？亲爱兄弟姊妹，邀请咱的朋友来甲咱做伙欢喜，为伊祈祷，甲伊祝福。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囡仔，伫圣诞卡片、伫圣诞礼物、伫圣诞节的礼拜中间，咱的囡仔大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牧师无要一日解说，但是恁今仔日对了，牧师若有大圈圈的，恁甲注意看。独上帝，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我的关台。什么意思？伊若是我的石盘，我的厝起伫伊顶悬，我的厝就袂有摇动。伊是我的关台，淹大水时淹袂着我。伊是我的拯救，伊是我的阳光，我的生命的尊贵，我的荣耀，我的快乐，伊是我闪避的所在。什么意思？为着你的名，带我行去的路，互我为无拄着刺，免得跋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伊是咱的避难所，
互咱闪避最的诱惑，最的引诱，也最的欺骗。今仔这个诈骗集团伫今仔这个时代，真正是 AI 的时代了，这人拢上冤财啊！哦，这个诈骗集团真正拢上冤财，而且代代辈出，愈来愈少年，拢20几岁啊30岁啊，骗遐个阿公阿嬷。主人民帮助咱，互咱伫伊拢在伫上帝，主正对咱的话课。第二，伫今仔圣经中间的新约启示录21章，伊咧讲起，阁有一个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来，对天人来，出入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有一个荣耀上帝的圣殿对天降临，要伫什么所在？要伫咱的生命，兄弟姊妹，是带着走。这个上帝伊的荣耀的圣神，甲伊的国度，要点伫你的生命中间，你出你入。无论你去学校读册，去住宿舍，去到什么所在，上帝要甲咱三合地点。咱若囡仔去读大学，搬去宿舍，咱敢会当搬去甲伊做伙住？当然嘛会使哈，你若愿意，你嘛会使搬去甲伊住。但是囡仔，伊为什么需要出外去宿舍？因为这是一种的训练，要当大人，对无？开始学习一个独立，开始怎样独处，开始学习怎样来照顾家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圣城对天降临，出入上帝，要甲你的囡仔，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三合地地。主讲已经完成。我是阿里法，我是俄米伽，我是起头，我是落尾。我是活命的水泉，要白白相输，互喙大的人通啉。亲爱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双手，咱甲主讲，主相输互我。恁会记得耶稣捌甲一个伫雅各井旁边迄个查某人讲一句话？恁捌听过牧师讲到迄个故事？耶稣讲：恁若知影我是啥物人，恁若知影我是啥物人，你就要开嘴甲我讨。当然，今仔我要讲的毋是恁若知影我啥物人，毋是。咱若知影耶稣是啥物人，亲爱的姊妹，耶稣嘛甲咱讲：你通开嘴，你通甲我讨。所以，亲爱的姊妹，愿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向上帝守节，敬拜上帝，听候愿天父上帝，互你心中有一种全然新的脚步。有价值的脚步，兄弟姊妹，愿上帝对你讲话。细汉的人的时阵，亲像囡仔，讲话性情、想法、态度、行为，亲像囡仔。但是既然长大成人，既然伫上帝的圣殿内底选择要做基督徒，兄弟姊妹，咱既然选择要做基督徒，咱就全然无共款的人生观甲价值观，对无？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会通伫上帝面前找到这种新的智慧，是全然新的智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开咱的目睭。兄弟，你期待有甚物种新的画面？明年，新的一年，立大志，你甲上帝讨，用一堆水水的卡片，你专门去书房买，该将你的愿望卡步写起来。会记你伫后壁爱写阿门，夹伫你的圣经，对年头到年底，你通用一句圣经节，然后讲阿门。你找一句你为着明年祈祷的圣经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新的一年，全然新的生命有第二项代志真重要，就是甲上帝的关系更新。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城，伊咧讲的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搁一摆有亲密的感觉。伊讲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恁会记迄句话无？我要做伊的天父，伊要做我的囝子。所以新的一年开始，咱要享受，亲像天公仔囝，上帝听咱。所以兄弟姊妹，日日新，年年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
新的一年，新的想法，新的愿望，新的情绪，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伊的圣神也踮伫咱的内底，就一切拢换新。伊讲圣神若来，迄个所在就即自由，恁会记吗？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第三，就是新的灵，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就爱需要有一种新的想法。咱信这个信仰，咱跟对这个上帝，咱伫伊的圣殿内底最重要，就是要帮助咱态度想法改变。兄弟姊妹，愿上帝亲自将伊的话读互恁听，赢过牧师的讲道，因为恁无法度24小时拢听牧师的讲道，但是24小时恁就感觉你想要听上帝的话，你就拍开圣经。上帝的话，无一句话无多有困难，伊会当改变人的思想，伊会当改变人的观念，伊会当改变人内底迄种挖出来多正肉体的困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伊咧讲起人需要有新的目睭，但牧师甲我讲，你用即张目睭上大蕊啊！啊，对，用这投影片，但牧师在对边仔行过，伊讲惊死人，一张目睭遐大蕊，吼！兄弟姊妹，若无较大蕊，恁拢看袂到，无影来开玩笑，吼！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新的眼光。那古早我的老师讲，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有道理无？只有上帝敬畏上帝心的人，伊的目睭才看会到。只有真心敬畏上帝的人，伊读圣经才读有，伊才有法度真正认捌上帝。伫这个所在，启示录第21章第1节，伊讲：我看见新的天新的地。第3节伊讲：我听见，搁落去，伊搁讲：我看见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愿咱听见，愿咱看见，愿上帝甲咱三角地地。所以，兄弟姊妹，你收到上帝所予你主耶稣救恩了嘛？愿咱伫伊的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伫新的一年开始，赏赐我一份新的开展。就是主要说以马内利的开展，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你的面前做伙祈祷。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你对天降临，你踮伫阮的生命中，你做阮的主，你掌管我的心，主独独，你做我一生的主宰，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照顾我的行为甲脚步，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教会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享受一份全然换新的生命。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
来吟诵诗215首，咱来准备守圣餐。耶稣辛苦替咱百姓的命救下，传销着你不会老尊，为救杀生，何等将带来神为正道，来命最记得带给沙听，梦中灵魂大地的音，大地之美，大在主你受难，万的安稳，感谢拯救我们，万主的爱，最了欢喜。但愿听你那阿门。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咱三甲来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咬喙打行无义的人，通就近我，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之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又安尼提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我的死，直到我过来。现在这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照着你的教示，阮设立这个圣餐，伫这个神圣的时刻，阮要甲主你结连做伙，坐主你稳定的道。主耶稣，阮照你的教示，阮为着这个饼来祈祷，恳求你圣别这个饼，互伊成做你的身躯；恳求你圣洁这个杯，互伊成做新约，是你的宝血所设立的。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降临伫这个会中，伫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礼典，互阮通过这个礼拜甲这个圣餐，阮的生命得到更新。主耶稣，你就进入到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甲阮做伙，祝福这个饼甲葡萄汁。阮安尼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众圣长老甲手节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阮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求你通过这个圣餐，互阮的生命得到保障，互阮的灵命得到健康。主耶稣，你是天的美娘，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今日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也因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银行长老、书记长老、甲冯娟长老来旁边。就是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杯，是新约。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阿关，你对这黄娟。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设立信仰的杯，用你的宝血来洗清众人的罪。主耶稣，恳求你清去我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通过这个圣礼典的杯，互阮甲你重新有新的关系，立新的约。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伊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主
主耶稣的血所洗礼的。这个杯代表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齐来祈祷。愿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无限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阮属天灵魂的食物，搁互阮通明白你对阮的慈爱，互阮知影伫耶稣基督。阮诚做伊的身躯，求你祝福阮众人，诚做你真实的信徒，伫你天国的内面做你的囝儿。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主你帮助阮，当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软弱软正，以及阮全人的性命，向你出声，求主你接纳，也洁净帮助，互阮伫主你的灵面中间，通互主你欢喜。全伫你面前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荣耀你的性命到代代无尽。阿门。咱来准备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咱要感谢上帝保守咱的手个长老恢复健康，咱真欢喜，伊当今仔日伫咱中间正常来甲咱来主持圣餐、捧杯的工作，愿上帝照顾伊的身躯的恢复。咱嘛真欢喜咱对台中倒来的演讲遐演讲所伫咱中间愿上帝甲咱三甲伫地
咱为着亚丽的爸爸离开因的家庭的忧伤，咱做伙陪因伫即个告别式，咱恳求天父上帝安慰亚丽，亚丽今仔日有来，咱求天父上帝安慰伊的心，互伊当伫上帝的面前，通纪念，享受上帝听的陪伴。咱用即条诗歌来做咱的代祷，咱来求主耶稣用伊的听，咱求伊的听。脱离黑暗的关系，所以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为求你，耶稣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恳求你保守亚丽因所有的亲人，伫因忧伤的时刻安慰因，伫因怀念因的亲人，特别伊的爸爸的时，求天父上帝，你互伊伫你的圣神的帮助中间，有看见愿望的安慰。求天父上帝帮助因，阮伫你面前也恳求主你保守照顾。阮中间每一个阮年长的士大人，一年一年咧过，阮看见因的健康，阮感谢你。阮看见因身躯体力渐渐无亲像古早遐尼活泼。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助因，无论是对一个家庭的长辈士大人，主求你帮助阮所有的亲人，阮的长辈，因为主你的手中有平安，伫主你的听的内底。有受尊重，迄种的满足甲欢喜。愿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踮伫因每一个年日，互因有快乐。主嘛为着伫阮中间有人心灵欠安，无论是肉体，无论是心神，求天父上帝，你运行伫因的生命中，将你的权能，将你的快乐甲稳定，加添伫因的身上。最后说，这是阮伫圣诞节。也是伫每一日，阮拢安尼祈祷，我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欢喜。主耶稣点伫阮的一生，互阮的生命通得到丰盛。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同在，祈祷我耶稣的性命。阿门。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甲咱身边人讲，请安，耶稣听你。咱来介绍一个今仔第一摆伫咱中间的陈兄弟吼。陈教文兄弟，咱真欢迎伊甲咱大家聚会。伊是李美杰，请坐。伊是殷红老师的国小同学，真巧合，真感谢上帝真好的安排，李美杰甲伊邀请，伊对电中来真远的所在，咱真欢迎，教文兄，欢迎你来，咱来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生日的人，今仔日若有来伫头前的，有来的人，请咱来头前吼。咱做伙来为着生日的人，今仔生日的人拢伫学校的甲外地，咱做伙来祈祷吼。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云星、云房，为着正义，为着敬义。为着玉如，为着爱雅爱，为着怡珍，为着张欣，为着恩智，也为着彩华姐，为着安娜姐。主，阮为着因来恳求主你，甲因撒卡地地。主，阮期待，阮会当有机会为因来抹油。当因出外，无论伫学校外地，
愿恳求天父上帝你亲自用你的圣心来充满伫因的生命中，互因伫你的面前来领受新的一年，因的每一日，拢伫上帝你的恩典中间，成做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主你互因的生命丰盛，主你互因的杯充足。主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因满满的祝福。愿伫你的面前来感谢基督我家所有性命。阿门。咱请师会来报告。即是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早起是9点的线上查经是暂停，7点半线上正常。圣诞后赛后礼拜聚会是张世昌执事，领诗是青少契，抒琴是陈美秀执事。书献甲招待是刘宇生甲张文芬执事，爱餐请郭依玲姐妹。新安讲读经表甲每日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其他交通今仔日咱领受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疼。第二，咱今仔日主日爱餐了后，要召开11月份的中职会，请咱中职来劳部出席。第三，12月14有洗礼甲圣餐，请有咱要洗礼准备心恶牧师报名来参加寻道课程。第四，本周主日下晡3点伫丽林教会要举行区会的改选，请第二长老来出席。第五，11月8号拜六，丽林区信徒甲中职培灵会伫早起时9点甲12点。欢迎参加。为着要备办中昼的便当，请咱有意思要参加的人用衣巾来报名。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若是有错误，请咱用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请咱继续为着咱所知影身心欠咱的兄弟姊妹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甲平安来祈祷。第二，请咱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祈祷。第三，请咱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继续代祷。第四，也为着咱出国伫个外口的青年刘玉敏、林怡轩甲刘玉君来代祷。即时，请咱做伙来吟上吟的圣诗，阿乐上帝至高至尊，请咱起嚟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